林市游的飞沙国中建校满50年，举办老相片的展览，会当看到海口囡仔伫学校生活状况。 四湖飞沙国中伫民国57年创立，本来是四湖国中的飞沙分校，即马已经有50年历史啊。为了庆祝经过50年，学校伫校庆时举办校内艺文展，展览上有展出珍贵的老相片。校友回来会看到毕业纪念册里面以前的小时候的自己，甚至照片。 也感受到当初他们在飞沙国中学习的那一些回忆。校友甲出面隔壁民众欣赏过了后，拢会使感受到海口囡仔坚强。海口囡仔啦，有一个特色就是说，虽然面对我们这边环境比较没那么的优渥，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这些孩子他们的那种韧性。校校希望透过这摆展览，会使让大家看到飞沙国中风华，并且传承后一个50年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